今天呢，借这个机会，师父来跟世界各地的莲友，还有我们的常住报告一个公案。这个公案内容很精彩，有一个居士叫做陈旭法。他住在湖北省潜江市快岭村这个地方，他在村里头开一个理发店。他们家的附近有一个屠宰场。这位居士每天早晨起来念佛的时候呢，就听见那些猪被宰杀的时候那种悲惨的嚎叫声，心里非常的难受，想救救他们。他每天念佛的时候就加了一个意念，希望那些猪能得到救度就回向求佛来救度这些猪的意思。大约过了一个星期，他有一个徒弟叫做李洪松，他是个哑巴上过几年的聋哑学校，能看见灵界的东西。他就跟着他学习理发的手艺，学成以后呢，自己就单独开了一个店。他笑嘻嘻的来到了陈旭法的家里面，就对着他比划，他用2只手放在耳朵上面，就表示是猪的意思，又将2手平摊，表示莲花的形状，再用手指向着西方，就示意说猪去了西方了。陈旭法听了以后很激动，又很惊奇，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就跟他比划起来了。他就问徒弟说：“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”对方就说了，他说他看到陈居士念佛超度了猪陈居士又接着问他：“猪是怎么走的呀？”聋哑人就比划猪的样子，又做合十的形状，比划莲花，将猪接走了，向西方而去陈居士又问他了：“我在家里念佛，猪是怎么听到的呢？”徒弟就指着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他比划着说，念佛的时候就有很强的金色的光，像龙的形状一样。他又怕他不懂所以在纸上写了一个光，还有一个龙字，比划着说，陈居士念的这一句名号像龙一样的光，不断的照射到屠宰场去了。哎呀，陈居士为了检验他说的是不是真实的，他开始默念，他在大脑里面想着，我念佛要回向给十方众生。结果聋哑人看了一会儿，比划着说有8个方位像8条金色的龙形南无阿弥陀佛的圣号向8方不断的放射出去。这时候陈居士还反复的问他，到底那个方位有多少？他就很肯定的表示说有8个方向从那以后，陈居士就发誓，不仅每天跟那些猪念佛，他还要为所有尽虚空遍法界的有缘众生来念佛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名号是无穷无尽，遍布十方。名号的功能包含在整个法界之中。佛透过这一句名号，要让我们众生可以依靠。所以你念佛的时候，回向给十方众生，他能接纳到这一份功德。尤其经典里面很清楚的记载，我们为过往的历代祖先，他们已经死了很多年了，但是我们知道念佛的好处，愿意至诚恳切念佛号，回向给所有历代祖先，那么他们得到功德力的加持跟救度，马上就离开黑暗，走向光明，离开地狱，不要再受到折磨。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，名号功德太殊胜了，阿弥陀佛的慈悲太伟大了，我们没办法去形容它，我们只有无比的恭敬。我们希望透过这句名号，让所有十方法界的众生听的人都能够解脱，而且能够相信接受，好好一心持念，未来走向光明的大道，不会再受苦了。所以你看陈居士，他只有一个念头而已我念佛回向给那些猪，念佛回向给十方众生，我愿意这样做。结果你看，这个聋哑人本身是能看到灵界的
想不到他一看他的老师身上散发出那种光明，马上就告诉他。所以我们就了解到，心存的善念，诸佛菩萨、龙天护法都知道，一念动鬼神知啊。这一点呢是千真万确的，我们不能疏忽。希望大家多多回向给整个法界，让一切众生都能离苦得乐。阿弥陀佛。